叫做壓贏咗對方噶啦，但頂得好吃力呢球波，側下批走咗，再咧就顏卓彬嘅大腳送到埋嚟，米高就快過門將基夫一步，叫一隻基夫犯規，球證只有12碼1點噃。不過呢個波就真係要讚一讚米高啊！真係喺冒着受傷嘅情況之下，咁樣將個波係頂高咗之後，避過對方門將基夫，搏到一個12碼翻嚟。操刀嘅球員史提芬彭利拿小跳步冇問題，攞翻龍門右手邊，仲內柱彈入啦，亦都係肥棒人生第一個 A 級賽事的入球啊嚇！補時階段奠定勝局，一戰定江山，史提芬彭利拿。相當開心啊！包括備受壓力嘅教練咧，韋斯活啦，同埋助手啦，同埋就係現場咧一眾嘅港隊 fans 啦，一齊都係咧就非常之咁興奮，開心慶祝。最終呢就香港隊一球波險勝印度咧就全取3分嘅。咁啊呢一輪嘅賽事方面咧，完成咗2場波，暫時香港隊係1勝1和不敗，攞到4分落袋。我哋恭喜香港隊，耶！